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啊节目当中啊，我同大家来小介一项真个非常好吃的东西，想到佢就当上了帮一台湾饭。韩国呀东西啊，亲接出现到嘛个老街啊，迄个你去到当到有名嘅老街吼，都亲有可能有按用嘅一间店嘅。所以今日爱同大家来小介嘅东西系嘛个喏，今日爱小介就系肉府韩国一间店嘅啊，系菜体帮人嘅老店哦，细细个来分享。今日嘅节目地都有请到嘅来宾来分享童文琪，文琪分享。大家好，我是童文琪，我是汤记口味肉松老店第3代掌门人，今天来介绍我们的产品肉松肉脯，谢谢。分享文琪在来到节目当中，去讲到第3代掌门人。因为无原因说啦，人伊讲爱卖。无就从我亲阿妈啦、阿太啦，那帮人经营的深度了。这个是阿太开始经营的。我阿妈开始啦。阿妈开始做肉脯啊。阿妈开始那。阿公以前在做那个红豆汤、绿豆汤冰块，然后开始起家，清末时期的人嘛。对。到民初的时候，就是跟阿嬷开始就是做干妈店。卖油的。杂货店啊，烟酒啊，这样子。以前就是爱国奖券之类的。到后面就开始跟妈妈一起经营，让肉松跟肉干。就是以前是用炭火烤的那一种，还有盐焗鸡，还有个干妈杂货店，就变成复合式的。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间店，就是在地是100年啦，但是以前全盛时期的时候是在农业时期之前嘛，因为大家的行业别不多，对，所以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家卖肉，我们家卖菜。我不看真给卖肉哎，我爸爸卖猪肉，超刚好。那应该吃的是我们肉的味道。对，就是比如说他看到你家卖菜，我们就开始卖菜，一直有重复性的在农业时期，不过都50年代的时候开始慢慢就行业别开始稳定下来。然后好就是肉松肉干跟那个烟酒一起复合式经营这样。哇，真嘅係當有故事嘅一間店面。中文剛才一開始會講到到肉街，後都會看到賣肉脯誒，是真的，我一直都這樣覺得。比如去什麼迪化街啊，什麼叉叉老街，你很多都可以看到有一間店面真嘅係啲嘅賣肉脯。係啊，我頭先就講啊，就是因為以前是農業時期，行業別不多，所以很多人就一直重複做，就是看到你家做什麼，我們家就做什麼，意思這樣用，你阿父好都蠻用，阿父好田工也都蠻用的。一窩蜂就開始了賣肉脯，按過有都一直到現在的，真嘅冇簡單，有按久的時間。古時候節目嘅節目當中就有請到文琪好好來小介一下了。一開始先同大家來講嘅就係肉脯，唔講呀的，我看見肉脯有2種類型的產品，我看起來是有2種不同的樣子，一個係它有嘅呀的，很多肉酥，就是比較肉鬆，對，看不到肉的纖維的，但是有另外一種是看得到一條一條的，一絲，像那塊棉被。對，棉花。鬆鬆，對，就像按用。以前很肉脯。這種的，你們家叫肉脯？肉脯嘛，對不對？國語是肉脯。客家是肉脯。肉脯，對，因為它真的是看得到有一條一條。一絲的，吃起來絕對會有那個纖維嘛。對，比較有咬勁，而且口感比較有一點鹹味。真的，它的嚼勁很明顯。以前的月餅就是用這個。我清就冇吃到。有一絲一絲的肉脯，肉脯。而且真的有肉的味道哎。一定啊，因為它是用黑豬後腿瘦肉去做的。絕對一定要有的。可能吃到味就是比較可能平常我們可能就是找比較隨手可得的，然後就會覺得它的調味可能有它重的味。第一個是我外觀已經吃不到這種有纖維的，然後聽嘢下下來吃一種那個一種很多肉鬆肉鬆，因為它就是鬆鬆的嘛，對不對？然後它比較像是細末，其實你一整塊還是可以看到它還是有這個肉的纖維在裡面。你如果是用那個純的黑豬後腿瘦肉整塊的纖維的話，絕對會有肉的那個形狀，只是說炒的會比較酥。因為我第一次。按用肉脯同肉酥要2種，用它這樣子來比較來吃。
两种有不一样的感受。一天啊，像我用素哈是低糖、没味精、没防腐剂。去年开始我连盐巴都拿掉。哈？对，但是我会留一点点金兰酱油。哦，金兰哦，一定要讲金兰。对对，以前的人都。金叉酱油，对对对，哦，金叉，金叉挑油，用挑油嘅香味来衬托这个肉素嘅米稀。以前的人哦，是因为他是农业时期，他必须工作，他流很多的汗，所以你给他的全糖全盐是应该的。你又是懂得翻，我就是懂得馒头，有没有？一定要蹦懂懂。一天的啊，唔够量哈吼，就因为现在人是养生，所以说不需要给他那么多的调味。对，我按用有时候要两种，因为我一开始会想说，Q 用嘅东西，专门要用两种冇 Q 用嘅形态。对啊，以前的人哦，这是有那个历史文化的哦，它历史文化已经有5000年以上，就是从成吉思汗那时候开始，因为他们打仗，所以必须带干粮，是那种制作方式一直到现在。然后因为我们农业时期，所以它的调味比较多嘛。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精简的所有工具或者技术，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所以我们早期是肉脯牛脯，就一丝一丝，然后比较咸的，对对对。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必须给全家大小还有小朋友、老人家牙口不好的人吃嘛，那熟就出来了。所以按用，然后它就调味上就会比较接近小朋友喜欢的口感。对，牛是的，牛酥它甜的味，然后肉脯就是韩式的都牛嘅黏味，然后冇按甜冇按咸的感觉，比较有咬劲就对了。对，有点结合肉松跟猪肉干中间按用嘅感觉都抵住，两种都都有特色。唔过生来肉松这个东西，因为大家都会吃到，肉松好像是一个跟圆形的肉上都冇 Q 嘅东西，生来其很用蛮重。Q 牛，对 ，Q 牛做法，对，用买个做法上会做会出像肉脯或者是肉松用嘅东西。真的 know how。同台要来讲一下到底是怎么变的，因为大家都可能会很有疑虑啊，那一块肉要怎么变做像按用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猪脂嘛，就是经过屠宰场以后，就是温体猪肉嘛，一定要用温体猪吗？对。温体猪肉的话，才会做出肉松他们这种口感的东西。如果是冷冻的猪肉是可以，绝对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为什么大家不用冷冻肉，也是一样的意思。其实也是可以做，只是做出来味道是不一样的。绝对没有那种鲜度哦，就像你海鲜，你一样要买那个新鲜的嘛。绝对是吃得出来，但是它一样是食物，它绝对是在卫生合格范围内嘛，就不容否认说冷冻不是食品，是食品，好不好吃而已。真嘅，因为我头摆每身问过做牛脯嘅头家，佢咪讲就是要用温体猪，所以坚持用温体猪，係希望本大家喊它起嘅米稀更新鲜的味道。用照后色啦，你如果是每天生活化的食品的话，你绝对要秉持在那个新鲜度，对，这个新鲜度才能让你们可以吃到传代嘛。所以温体猪、起的猪用买转来过后，按太一袋，做嘛该处理呢？这个肉松制作的流程，其实它的过程就跟早期我们像煮控肉。对，生肉一块一块的煮成让水分将近脱干的状态就半成品嘛。那比如说你要什么形态的话，你就是比如说，因为早期我们是用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棒子来打。对。那我们现在比较利用技术去把它拉到细，然后拉到我要的形。肉松。对，那时候开始的制作方式就分开来了。这样子，因为调味一定要不一样嘛。对，就这样。调味不一样，形态也不一样。古时候先用薄味可以是再过来把它拉丝，再来做干燥，按用整个做肉松的流程。牛脯牛酥哈，懂也嘿牛是 Q 牛，就是它到一定的程度开始就分化出来不同的做法，然后因为开始就调味了，是这样子。唔講我家下食到也唔講係牛脯也係牛酥，我吃到佢嘅米絲真然同我頭擺食到米絲冇乜嘅強樣，佢嘅口味真然有下淡啲嘅，因為像我係細時節。很丢脸，说出来很丢脸。我小时候都会拿一张纸杯，塑胶纸杯，有没有？就豆跟牛脯豆都要纸杯丢，就给你烤甜食，然后就这样给你吃，就一笔按两吃。但其实那个鸭胸真的这个也又咸又甜又皮，真的是口味这样子吃真的是不行。古说鸭胸你应该係因為鸭好上癮，鸭講鴨下現代人都會吃到，我们应该口味要稍微清淡一点，所以有做了调整。但是因为头擺也係鸭媽媽嘅皮。吃太人家的，他们创造的口味，这样子的改变，人家的
不卡你可以接受吗？哦，真的是有故事呢，就是革命故事。我革命大概不只是11次了。对，真的。因为早期就是说哈，我母亲的经营方式理念嘛，那我们只要是传承的一个生意家庭的话，绝对是有它的问题存在。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对。然后我当初是没有想要承接，哦，就看到俺妈妈哈。他经营生意的模式，其实我是不认同的，哦，我也不会去沟通，我也不会想要承接。但是就是因为要让他可以改变他的就是做法，比如说像有些人他来试吃，他就觉得说怎么那么咸那么甜，我就觉得说对啊，怎么那么咸那么甜？那你为什么还是这么咸这么甜？哎，黑某，然后久而久之我就想说，好，我来试试看，跟师傅沟通了，沟通以后，师傅也不愿意，因为他怕走味。你随便改变的话，老店都会有那个味道，顾客会想要。我本来是跟妈妈沟通，哎，你要不要稍微改变一下味道这样子？她不愿意的，我就跟师傅偷偷沟通，沟通了以后，然后我就偷偷做了。结果第一次就3个月的时候，妈妈就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我是看了没问题的时候，我问她说，哎，还可以吗？她说可以。哦，那我再继续调这样子，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这样到后面一调一些些嘞，哎，就是到最后决定要调更多的时候，就变成我承接的事情出来了，这样有。鼓手就编奏这个家庭革命，为了这个给我们，因为也是妈妈给头摆吃到讲，这是我古早的味道，佢想要继续传承迄较古早的米食，啊，不过也他那个后生人想要来承接的时候，就想说，哎，我们也要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但最后妈妈有同意了吗？哦，那势必是一定要的，因为现在人都是我们有现在的试吃文化，因为他必须去相信一样食物，他就会想要用试吃的方式去知道说好不好吃，对，我才要买。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因为有导览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让人家请大家吃。那有些那个叔叔伯伯阿姨他们已经老了，肉嘞，他就血糖高有什么，他只要来买哦，我糖尿病我不能吃，但是这是要问医生啊，怎么会问我呢？对不对？你跟我老是熊要拿阿妈讲哦，我就把调味料再降低一点。俺妈有这么公发的哇哦，所以去年开始我就把那个盐巴都拿掉。哦，是去年才开始的。哦，对，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去做一个调酱，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说，俺们吃空俺用低，俺做我们的。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后面我就把盐巴拿掉以后，我发现是可以的。真嘅，我每次都做的。故說一間老店愛經營呀老招牌哦，聽說愛兼顧頭牌嘅美食，韓國有現代人嘅空間，真係無咁簡單。還有到到其他嘅故事，愛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好，非常大家要陣到歡喜來咧，我係總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做肉腐嘅老店。啊，肉腐有一件事情哦，真係應該從唔管係乜嘅年紀嘅人都好識肉腐吧？肉腐哦，以前的人哦，只有肉脯可以選擇。然後有肉脯、肉酥2種，它都可以選擇。對，但是我覺得聲音啊，牙口不好，老人家就比較肉鬆這樣子。用它們是咬，沒有這麼多纖維，但是這個味道就是太嘎清好吃啦。你看小朋友的肉脯麵包，然後可能阿公可能就會吃肉鬆配饅頭，那是必然的啊。對，就是我們肉鬆好像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太常見了，你就清好吃呀東西。那以前媽某送青豆，就是因為很多就是長輩們都已經買到第2代啦，他們也老了，然後後來他們就說他們現在有血壓高什麼之類的，我才開始在調味料上去想一些辦法，因為我不希望說被消費者要求說我做出不該做的事情，這樣子，比如說我不要那個，我不要這個，好嚴肅。哦，因為食品的東西，其實我們是用很真誠的態度去看待。對，那我今天會做這個調味料的調醬，也是為了這些長輩們。很棒。對，因為你要想，他如果要吃到老，他的食物選擇性真的很少。我才知道說，我們家肉鬆，肉鬆肉腐哦，是佔很大的那個。對，而且可能當你多而生，這種每天吃的東西，它的健康就又更重要。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对养幼福的食法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都知道叫用版式。不过今日节目当中 ，NF 欺骗你点，就会有抢到问题来同大家来分享。养幼福除了拌饭、拌面包、拌馒头以外，还做的用版身哦。蚵仔米线。这是可以搭的吗？真的，其实你不管要配什么都可以啦，因为它毕竟是纯肉做的东西，你不管做成什么东西，全部都是可以搭的。而且某按韩面用福搭配什么好像都可以了。其实那个我们的月饼哦是最搭的，因为它已经有一点咸度，然后搭一点甜的东西的话，其实是很赞的。含甜的感觉，就是最比例最刚好的。对，还有没有一些比较讲像 M 平常是不会做诶，糖贡是不是烫青菜上面好像也可以？哎呀，像我们家因为我们忙嘛，所以我们就几乎都是烫青菜，一口菜一口肉松。我真的没有空出去买东西啊，我连叫 Uber 我也会吃到很腻，对吗？那我们就会自己烫青菜，然后菜肉松便利嘛，就直接就吃。又有米线，又七嘎不卡做的东西。嘿呀。今日节目当中没有同大家来分享燕麦，这个是泡好的燕麦，然后泡好的燕麦每周再来拌幼福，这是不是有一点点像粥的概念？是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东风饮就会是翻它豆嘛，然后喜逢饮他们的淀粉就会是燕麦类的食物，是啊。对，按勇这个吃法是你们自己发明的？我妈其实她当初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又在诓我，真的。可是实际上因为我们忙嘛，所以我妈就吃出不同的方法。那后来我就会跟一些长辈说，你不一定是只要馒头稀饭啦，像燕麦，有些人他胆固醇问题嘛，就燕麦就很适合啊，是不是？ DGI 的食物，对，所以你不管怎么吃，你随便简单的话，这样吃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很好吃因为很多人会吃这个麦片就不知道，我就吃到我马干米西，然后。外面市售的有这种麦片饮，它部分又会甜的，像它感觉就不好吃甜的，我们就是很爱吃咸的。对啊，像外国人他们都会燕麦，他们都水果、牛奶、优格。那后来我就思考说，你这样吃其实也不健康，对不对？对啊。那我就觉得说，我就把我们家配包，然后就交给大家这样子。好好吃哦，真的有同吃给拍做有 Q 油的感觉，跟吃白稀饭有一样的感觉，又方便。对，所以比如说你就在家里泡好，然后去公司什么的，就马上就有早餐。我不用煮稀饭煮那么久，我有一样的效果。金小碎就有真的东风片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对，那除了这个肉松的创意吃法之外，今日节目当中其实。那之后也很样旁提度懂熊，不仅仅是肉松啊、牛腐、牛薯跟米西，还有肉纸。我们外面是看到它叫肉纸这个商品的名称，对，但你们叫做猪纸片，是。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它是那个猪的胯边肉，就是我们所谓的圆肉，就是它比较有那个，还有脚。对，还是前脚还是后脚？就是它胯边那里面有2块肌肉，但是它因为是只有这样子，所以它只能切成，它的肉量不多，它只能切薄，但是我们不可能做碎的，所以说我们会做成说烤完以后它冷了就会比较韧硬。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有肉的形状、轮廓跟就是因为它2块这样子啊，所以这样切出来的肉片。这是完全看得到纹理的猪肉，它算是一个最高级的肉的部位，是没筋没油，只有我们一些调味而已。如果说是比如说怕胖的人，我觉得是很赞。真的假的？追剧的时候是。对，因为它通常这种外面也有卖这种肉质，就是一剥就碎的那一种肉质。对，这个不太一样。也没有啊，我要自己烤的话，我不会做太复杂的品相。对，我就尽量做比较看得到有肉的那个纤维存在的那个食品。真给按用个做法，真就会老牛切剖，然后拿去烤，这样有点像是薄板的肉干。是。对，所以我觉得按用跟猪肉质真的是。有时候你要在老店才有机会吃到，你都一般市面上很常见的那种商品，其实是很难看到这样子的商品的。是啊，你如果说要自己烤的话，其实那个品质会比较新鲜一点。对，所以这个的做法就是用泡耶，切泡泡的用泡耶。就是以前早期是用炭火，我们只要是一个炉子的话，我们这样一个炭火这样。
几乎读秒在翻肉的。读秒？对你，因为你必须，不然它马上焦掉。对对对。那这样按用一堆要配几久诶？大概要就1秒0。还是你都用看的？几乎就是这样翻诶，一直翻。对，因为炭火是很大的。好辛苦哎，你看到牙胸片。对。然后现在是改那个红外线隧道了，但是因为我们上下火也是火候很大，所以那种控温也是很重要的。对，你发现牙很有嚼劲，我没有办法一边吃一边主持，因为我切它久到，但它真的很适合追剧，真的。一堆都得可以懂久，然后味道又很好，对不对？因为你就是嘴巴就会觉得有时候晚上很想吃个东西，对不对？啊，你又不想吃太多负担太大的东西，那我就非常虽然牙它含黑懂凶舌，但我还是要保持一点敬业的态度。我先放人，给大家留后样在公司。但是刚刚看到的那个照片，黑共头白古早真的是用炭火的方式去烤的。是，以前也只有炭火方式啊。但是愿意炭火烤的那个店家其实是不多了啦。很辛苦哎。对，早期为了这个炭火也是跟我妈革命了不少事情。炭火也有革命就对了，因为你要改红外线。因为炭火真的很辛苦，我们不只有烤肉，我们还有前置作业，像一片一片的肉干，不管多厚多薄，我们都要想办法把它从最冰的状态把它剥开来。我们这种前置作业其实是有的。对。那我们如果说是那个生意家庭的话，小朋友从小都要帮忙嘛。然后像我们现在第4代也是一样，也是要帮忙。TC 推有出现呢，确定了，不是你自己说而已。那个 T3 推，那有同 TC 推讲后 TC 推会讲述哎，真的假的？对，因为我们从小就做这个嘛，但炭烤的时候那是最辛苦的时期。对，然后 TC 推根本也没同妈妈来都现场，好可爱哦，超可爱的三个第4代的。3个都确定要接手，还有我儿子媳妇，这么多人，很棒啊！因为要露店，就听说黑公有哈尼推真引来延续的话，其实是最棒，而且还蛮幸福的吧？我觉得。对。虽然有可能第4代会跟你，就是可能也会有革命哦。这就是需要好好的沟通了，因为我跟我们的第2代就是我妈妈，对，我们的沟通就本来就是革命来的。那我希望说我的革命的出来的成果，能够让我的第4代能够好好的承接，好好的去发挥，不要在我们有上一代的那种问题存在。当然是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在本哈尼推，也给客人，也给下一代更好的经营，就好好的去经营就对了。对，我很感动，有一种情感在里面的感觉。哎呀，他看到要的露胸片嘿，那阿公，这是阿公汤进兴，看到了，第1代童金型阿公，对，他是清末时期的人。阿公当时有讲到迄开个卖凉水的，是不是？对，就是杏仁茶 ，David 以前就挑担子出去贩售的，好古早哦。然后一直到民初这样。这个是阿婆，阿嬷，阿妈。阿妈，你要让他阿妈，哎呀，妈妈，妈妈就可是这前面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爱国奖券嘛，是，就是烟酒，然后结合爱国奖券这样子，然后这种家里给肉山呀，杀下来成本提西推耶。很不容易，要继续承接下去，但是也因为有暗斗后为产品，而且其实我觉得在文琪这牙推也做了非常多不同的改变，所以有那条新的改变，而且休息一下，下一段再从大家来分享。大家有陣都復起來咧，我係做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間百年嘅肉腐店哦。今日嘅來嘅係T3台中門人運氣來到節目當中，剛才沒有講到，接下來 TC 台確定要接手了，確定要接手呀，繼續年休也在後面是，為了也好嘅商品繼續同大家來分享，而且我覺得這有一種情懷，就是佢係一間老店，然後又係自家嘅長輩傳承下來嘅東西，然後繼續接手，就會讓它有一種延續跟傳承的感覺。其實真的會有一種情感在裡面，如果生意呢願意接手的話。係啊，像我以前阿媽無上去接嘛，
对，刚好我长兄就是我哥哥，然后出去创业嘛，之后就店里只有我妈妈一个人嘛，然后到后面就发现说妈妈好像年纪大，再加上经营的理念不同了，然后我就开始涉略，对，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承接起来这样。那后来发现这种过程当中也是有需要沟通的地方，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必须把这些事情给完成沟通的话，才可以让我的第4代，就是我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帮忙承接这样。不然的话也是很折煞他们也有自己的未来啊，是不是？对，也要让他觉得说，做也是要开心做，意思是这样子。真的，有懂得给送品，根本也都还忙收给他哦，太丰富了，还没有介绍完。刚刚有说到这个猪脂片，有点像是它泡的肉干，但是它也有正常肉切的这样。对，我们一般寿司的这个肉干的形状。它就是猪的黑猪后腿瘦肉做的，就整条腿，因为它才有那个量，才可以做得出来这样。然后它烤的时候就是整片。就好像一张 A4 的那个比较小一点的纸片，纸厚比较厚度，对，好好吃哦，低糖低盐的，有什么口味？有原味和黑胡椒2种而已，对，都好好吃哦，而且唐贡连这种猪肉片都可以，猪肉干都可以客制化。就是平常因为有很多就是长辈嘛，他们有年纪了，因为你如果是真的是肉的话，你烤完一定会有一种韧性，对，有一种硬度就对了。然后他们现在牙口不好啦，他就说我要软一点的，然后我就会认为说，因为我们如果说糖分很少的话，对不对？它就会烤起来会比较干柴一点，是有可能。那你如果说想要牙口好一点的话，因为你只要干柴，只要比较干燥的话比较好保存。你如果要比较软一点的话，就可以比较湿一点。那比较湿一点的话，你就要尽快的趁新鲜度吃完。不然的话，因为有一些长辈他会放太久。对，要提醒他们，是，但是其实是可以做客制化这个。所谓客制，其实是我们已经烤的让柔软度已经是够了。对，也不需要说让你太琢磨的时候我要多软。对，因为我们也要让它有熟成嘛。对，一定要有一定口感。对，只是说稍微提前让它没有那么太硬的时候先拿出来，帮你留一小份这样子。好贴心哦。老师讲啊，你要看牛呢，我哪有讲？提前讲哦，做唔得拿骗人讲的。它给撕掉，我觉得好。对，它给撕掉，因为这个保存真的很重要。你刚刚有讲这个口味其实都有调整了，冇按咸，没冇按甜。故说这个口味有调整过后，可能就这么的不用按久哎。对，因为你现在那个卫生局，它是希望说你把所有的防腐剂能够用最少的方式去制作当然我们是配合度一定要够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防腐剂放到是最少的1/1000而已。但是像我肉松的话，我是连防腐剂我都不用，都没有了。对，我是希望说在制作上让它可以不用到防腐剂。对，不过像那种懂你像肉腐保存是不会冰箱的。人家给建议黑马该，就是我几乎是每天在讲，我就说你如果不想保存太久，你就是不要买太多，买刚刚好，比如说1-2个礼拜的家庭量就够了。1-2个礼拜这么少是不是？这这么短的时间？就是因为你1-2个礼拜以后，你还可以看到他来采买啊，是不是？就买1-2个礼拜不冰也没关系，因为吃快，很快就收摊。就差不多一个吃的那个时辰嘛，然后他2个礼拜后还是会来找我啊，是不是？还是一样吃到新鲜嘛？你就一开始就是已经是温体猪粥青娘就会起色不用本熊，因为台湾真的太湿热了。真的就不需要说你采买的过量，然后你又放太久，你又认为说食物不好，这是不对的。要不然就买一胎宝，然后生鬼年。我就是反过来教育我的客人，希望说你新鲜吃你就适量买，我也可以常常跟你看你聊个臭。对，这真的是老店的情感就会按用室内饮食馆也没同大家来分享，提醒大家那些东西真的要加生，对，不用太久，对。迄个要送人的话，这个运气没有动到新的想法，都几亚台、第3胎的时间，有来做一点改变，对不对？有。兄弟哈我们现在开始会产生水手包的原因，是因为这超可爱的。因为我有参加那个有关于骑脚踏车的一些活动嘛，那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一种车衣是口袋在后面的，所以他必须连水瓶都塞到后面，对，塞到后面的话，是不是食物就不方便拿？
对，他不可能拿那样一堆的肉松肉干这样乱，一抬头，因为这些都是食物，它也不可能暴露在阳光下嘛，对对。然后我就产生随手包，就是专门希望是属于运动型的那个需求这样。这很棒哎，就像一条巧克力，那大家可能吃巧克力补充燃料，医师这样啊，他就是边骑车那样一咬，他就可以直接吃。好帅啊！你可以去当代言人哎，我觉得很率性的感觉，所以就有按钮 CC 包装，然后上面的贴纸也很可爱。哦，俩黑我跟那个中原大学的学生合作设计的。哦，对，因为以前我希望有一个可以让一些。像我，如同我希望有发挥舞台的一些青年学子嘛，因为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长辈也是不管说你要干嘛，他都不理的，对不对？我希望说他们能够发挥，所以我就跟学生合作设计。所以这是在学的学生设计的。当初就是我跟一个文创团队叫做桃园艺文阵线，然后我们合作了一个叫做中立街区博物馆。哦，这个博物馆就是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一间博物馆。不是哎。当初我以为是真的要做一个博物馆，因为这个桃园艺文阵线的团队，他们邀请了一个叫做历史博物馆的 RD 总设计师，就是之前的兵马俑策展总策，然后他是林志峰林老师，林老师就集结我们这些老店一起参与一些活动会议。这些老店有，我看有到卖豆的，卖桶的，这些都是米龙的，这些都是2、3代了，就是我们这些后代的集结嘛，对，就是老店集结这样子。卖饼的，大饼的都有。比如说中立有3宝嘛，镰刀，还有牛肉面，还有花生，都是在我们这里面。其实我们老店不是只有他们了，所以说这个团队就集结了我们这些老店，叫中立街区博物馆，就是让很多不认识我们中立的人可以知道说我们老店其实是存在的。哇，对，而且已经有传代这样子。对，真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不仅仅可以推广自家的老店，咩联合动作的老店，然后也在上前的文化继续保存下去。因为中立火车站前站这个区域，其实大家都底下在地方很动脑热，有动作店的。因为就是我传承以后，发现妈妈的经营方式就是不会去广宣自己嘛，所以就是默默的做。对，我就不只是结合了这个文创团队，然后我也结合了中立车站商圈，刚好我现在是中立车站商圈的总干事。哇，就是为了把我们所有车站前面所有的商圈的店家可以帮助他们广宣自己，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活动。对，比如说像那个市集啦，这个文创团队也有市集，对，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像导览，这2种活动的话都存在就对了，所以可以去到中立、汉卡、宁省呀、中立的这些商圈，韩国也有老店嘛，这里是后生的用服、肉干。对，以前像我妈，她以前看到那个小旅行就是导览的，对。他以前没办法接受说有人来看他，想说，这么对，要来看我，对他我没什么好看的。他看到那些团队一到的话，怎么又来了？然后就会开始要讲解自己嘛。然后久而久之，现在麦克风丢给他他就开始自己讲。改变了是不是？很有趣，所以做的一行聊聊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我现在看到现在我们左右都有这个伴手礼的礼盒，先从那个猪的开始讲好了，很可爱哎。对，这个是我跟那个桃园青年事务局合作设计，就是今年2023年世界客家博览会，它有主题，对，它有主题是山海都会，我们家刚好是扮演都会客的角色，然后都会客是以那个拜山参嘛，刚好我们家的伴手礼就是猪，好可爱，它设计一个3只小猪，然后一直是装扮成鸡的猪，装扮成鱼的猪，它是 cosplay 的猪，好可爱哦。它是那个桃园青年事务局的那个设计库设计师所设计的，对，这样子。它是以环保为主题，这个是没有礼盒的，但是有可爱的小题态。那个的话就是我跟经济发展局的金牌好礼合作设计的，它也是以环保为主题，是一个没有纸题材一体成型带着走的礼盒，这样比较精装型的这样，所以我分成2大主题的合作。所以
送礼、自用，全部都做得，自家生的做得，我送人的做得，请来就错了，请运气就错了呀。故事好分享，大家有限的时间都总啦，行行聊聊，基本上什么问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什么？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舒缓休息一下，等下共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簽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